20歲出頭因蛇尾暗瘡大理不善，留下咗不少嘅凹凸洞，終於鼓起勇氣嚟做黃金微針。黃金微針通過絕緣體針刺到真皮深層，再帶入射頻能量，主要通過唔同深度嘅微針填平淺坑同埋收縮毛孔。今日嚟到 Point Global， 位於新淪陷站7號出口附近，地鐵一出嚟第一個路口轉右，見到呢一個人像旁邊大廈就係啦。提大家記得要帶護照，可以做現場退稅。話明係 Global 嘅分店就真係將 Global 做到極致，中文、日文、英文係基本，連泰文、越南文等等都應有盡有。行李寄放、咖啡飲品都係基本提供，自由使用。到達之後呢，用身份證登記，等待商談都會安排相對應嘅語言。嚟到儲物空間同埋洗面處，需要用到嘅用品都有齊晒。整好之後就塗上厚厚嘅麻膏，唔太怕痛嘅我都懷住少少嘅緊張嘅心情。大約10到15分鐘之後呢，就進入療室房間。成個療程托麻藥嘅腹完全冇感，過程非常迅速，大約20分鐘就完成，而且比想象中可以如常活動。完成療程後前幾日呢，避免使用含酒精、酸類嘅護膚品，做好保濕、搽好防曬、多飲水。呢個係做咗黃金微針嘅第3日，聽講多做2-3次呢，效果會更佳。一齊擺脫凍女，加油！快啲分享俾準備要嚟韓國嘅朋友啦！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，下次見，下禮拜喲。